上座太和堂上入过去，闹热渐渐呢，茶行、布行、汉药店有几多，在北台湾的历史当中係個重要的一部分。唔過，幾多人去到太和堂是係買太人呢？無人技術，幾難深入了解，幾隻嘅有按多乜嘅豐富嘅歷史文化。中原大學上入世紀內嘅學生嘅，由從土本先生帶領，對桃園去到太和堂細微教學。唐專家嘅討論，實際去拜訪店家過後，伊能同太和堂嘅產業文化同故事，做咗50人本嘅立體書，大約都有無窮用嘅奇妙素材。伊能也打幫立體書無窮用嘅主題設計，而帶大家對無窮用嘅角度去太和堂遊覽。那因为立体嘛，它是一个3D 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物件，那它有好多的面，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学们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大稻埕，然后大家一起从不同的面向来到大稻埕。講到太和堂，你想了解係乜嘅呢？現將呢間嘅舞台界，個中國仲緊難被插貨，也係當因為係白嘅老嘅上風苗。透過中原大學上入世嘅學生嘅解立體書，從下發現冇強壯嘅太和堂。來到體育場片後，當地嘅放送透過中語式當做分享嘅大會。看咗看到，樓下鋪緊咗佢嘅大塊內，就個中緊咗菜。來到茶後，還瞥到茶面向，打開立體書，看到安多，已看到冇注未見嘅東西。一個100年歷史的地方，然後說不盡的歷史的故事，然後跟它人文的這個特色，可以在小小的一本書裡面去摸得到它的質感，然後去聞得到它的味道，然後可以去聽得到那個聲音。它可以很容易的把非常複雜的一些歷史的一些很繁複的一些很枯燥乏味的歷史的這些元素，文化的元素，甚至一些結構的東西，都可以透過立體的一個 pop up 的形式，可以活靈活現的展現在大眾的面前。早期為什麼叫做大稻埕？就是其實在清朝的時候啊，這裡是大家曬稻谷的地方。那以前那個淡水河很近，所以那個船舶的話都可以停得靠近迪化街這一個部分。那一直到清朝的末年的時候呢，有一些移民進到大稻埕這邊來。睇嚟專家去到太和堂，大家個頭都抗內股。在更有錢之後，他為了要展示他的身份跟地位啊，因為你知道我們這個。很多商業，他就是說，從他建築立面去看到他自己的這個產業的形象。也係中原大學世界學生嘅文匯所教學考場，經驗認為見下期建築師嘅繞牆，學生兒用太和堂做基地，每家人討論，深入了解當地。然後這裡也是一個就是南北貨的集散地，那還有就是說，這裡有非常非常多很棒的一些老故事。那所以我們帶着學生來到這個現場，然後他們在這樣的一個參訪的過程當中，收集資料過程當中，他們就潛移默化，然後被這些很多地方的一些歷史文化所感動。它是1851年蓋的，到現在有160幾年。它祖先叫林蘭田，本來在基隆從事海上貿易，但因為當時有個海盜的關係，所以他就趕快逃到迪化街來。透過太和堂就係全台灣最大嘅南北貨韓肉老布料批發中心，未係上晝台灣差別地台北嘅13天上入當番中，短短嘅幾條街路，中級力各種產業老冇強容顯示嘅建築。土家厝怕水不怕火泡到水以後就軟掉，所以他把它墊高，用石頭把它墊高。那地底下的也是。就跟這個一樣啊，它延伸下去，它底下還有6尺啊。透過實體去看去查，看到太和堂正經嘅內涵。如果有人敲門，從上面看，認識的才開，不認識的不要開，因為他來只有蓋這3間。如果像你們這一票人呢，對不對？你要幹什麼我也不知道，治安不大。我自己也是住東區那邊，然後所以
平常也不会想来。然后经过这次的就是导览或者是深入探访，就知道原来就迪化街还有这么多故事，像说建筑啊，然后还有故事里面的东西，还有在地的小吃。其实我之前没有来过，然后就是对迪化街的印象就是年货大街。这次来就才发现，其实平常日好像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就可以就是用心的去体会这些建筑啊，然后它的历史背景。不管是新的文创，或者是旧的一个历史的氛围，还是它仍然有的一些产业，这些文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让学生来这边，然后汲取那些经验，然后去发现它的味道，然后再把它作为他们的创作这样。先做一个渗透，对，然后再去做放大，对，完全没有图案，然后之后再去做上色或是。对表面变立体，去了解，将做出来一本又一本的立体书。第一进会作为店家，然后做生意，然后第二进就是私人住宅，这就是店屋住家合一的意思。今天这个窗户的话，他们是就是一片一片木板斗上去的那种形式，很特别。然后我是把它做成，就是照着它的结构去做，然后每一片都可以拆下来。访问各界领府老夫，像係用小叮當嘅熟悉內容，全部改變，為下老機表現出來，還有通過透過美食，圖令大家來認識台寶湯。我是主要是做手绘，然後用水彩的部分這樣子呈現，然後把食物就是呈現一個平台，像你坐在吧台的感覺，然後讓你會有想去吃美食的那種衝動，這樣。如後嘅見見檸檬攤呢，咪當做樣，熱天練一杯頭先涼。就是我之前有做訪問，然後那個老闆娘說他們已經開了60年，然後廚師吧就是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黃金比例特調，然後也會依客人的喜好做不一樣的搭配，這樣子。到處走走，同大家來往台寶湯有名嘅融樂不好、老茶好，出場整機許多介紹。然後它就是這邊有我做這一頁的話，每一個機關就是你可以慢慢就是每一頁都去揣看，可以打開，然後可以摸到它真實的布。然後這邊每一個有些茶壺打開，可以看到不同的就是茶的介紹。對，然後這些茶的話，它的那個紙的底色就是茶本身自己的顏色，像這個是東方美人茶，它就是它茶的茶色，然後那個下面是它真實的茶葉。如何用一種文創的方式，去把它量化，或者是推廣，或者是跟社區的商業結合，它就不止於一個展覽，不只是一個展覽的結束，而展覽反而是一個開始。根據這個資料，那些茶，還有什麼項目？好愛冰。台寶湯嘅建築、產業、歷史、老文化。中國很多學生嘅創作想法，用紙表現出來，讓興趣之者出現下一道，搭上下都抗地用心設計嘅機關圖，所以乃是簽到機關，創作的聽力認識各種各途嘅台寶湯。